大家好，我係 Johnny 少偉。琴晚錄咗一個特輯，係俾啱啱放學嘅朋友仔嘅，去勉勵佢哋、支持佢哋、鼓勵佢哋。咁意猶未盡，所以呢，今日放咗工，咁就返到屋企，準備好晒，咁開始用我嘅簡單嘅手機破爛嘅手機其實冇任何工具、輔助工具，乜嘢都冇嘅咁係咁多啦，乜都冇。咁出邊街咧仍然好嘈啦，咁閂晒窗啦，閂咗窗咁希望靜啲啦。咁希望大家唔好見怪 ，OK？ 資源有限啦。咁今次咧就帶大家去完全放空、放飛頭腦，成個人從負面能量轉為正面能量。OK， 與神同行，好嗎？咁其實好恭喜嗰啲有機會聽到今次廣播嘅朋友啦，恭喜你哋先啦，亦都係加許你哋啦，同埋去感恩你哋。點解啊？因為咧，你哋聽完之後咧，你哋會幫助到身邊嘅人，所以感恩。大家準備好，可以揾個舒服嘅地方。今次我哋唔係做冥想所以你唔會瞓覺嘅 ，OK？ 咁樣揾個舒服嘅地方坐低，例如凳地下床邊梳化就唔好企喺度啦。OK？ 咁如果你環境逼住你企喺度嘅，咁你蹦住咯，好嗎？舒適嘅環境 ，OK？ 附近唔嘈吵嘅，係安全嘅 ，OK？ 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可以咧就半眯上眼睛或者係閉上眼睛，深呼吸，呼氣，全身放鬆 ，OK？ 咁你可以咧合掌或者係作揖，又或者係將雙手放喺你胸前，揞住你嘅心，或者就係垂低雙手都可以，得唔得？只要你自己舒服，我哋叫呢個叫開放式姿勢。OK， 咁咧有一樣嘢要做嘅，就係今日咧放工時咧就聽到一個好壞嘅消息，有一架印度航空公司起飛時候墜落。咁呢個上一年都講咗，今年咧會有飛機跌落嚟嘅。咁好不幸地啦，被預言中啦，咁仲有其他好多災難一一應驗嘅。咁預言，我哋所講嘅預言 ，OK， 係一個 warning 嚟嘅，係一個警示 ，OK。所以大家咧，如果你中意睇預言嘅書或者聽預言嘅廣播咧嘅故事咧，大家聽下就好啦。同埋咧，要知道咧，所有嘅預言咧係冇正確嘅時間同日期嘅。如果有嘅你話咧，係都唔準確嘅 ，OK， 你都唔需要聽。但係你要知道嘅就係嗰個預言點解會有呢個預言出嚟，點解會有呢個警告 ，OK？ 因為上天講俾我哋聽，如果我哋唔去改變，嗰個結果就係預言嗰個結果啦。咁好多係悲慘嘅，例如大地震大海嘯大火災火山爆發交通意外災難戰爭等等 ，OK？ 咁所以咧，大家咧聽到、收到、睇到預言，第一件時間咧就係唔係追尋預言，揾出係幾時發生邊個講㗎？唔係，而係咧馬上咧去從自身去改變，由自己開始去改變，就改變埋環境。咁負面嘅結局咧就唔會發生㗎啦，好唔好啊？因為我哋可以改變世界，因為我哋已經係做緊呢樣嘢。首先喺呢度咧就係為印度航空公司墮機事件死亡嘅所有嘅機組人員同埋乘客祈禱同埋默哀。願死者嘅靈魂得到安息。感恩大天使米高。好，咁咧就
所有嘅朋友仔 ，OK， 無論你係啱啱放學或者係放咗學一段時間，又或者你一早已經離開咗深淵，又或者你而家響其他地方，總之你仲喺地球，又或者你仍然有軀體，又或者你已經冇咗軀體，只要你聽到 ，OK， 就跟我一起，我係 Johnny 少偉。大家可以合埋雙眼，放鬆全身，放鬆你嘅頭，放鬆你嘅肩，放鬆你嘅軀體，放鬆你嘅雙手，放鬆你個肚腩，放鬆你嘅背脊，放鬆你嘅腰，放鬆你隻腳，慢慢去感受身邊嘅空氣，慢慢去感受。你感受到空氣，感受空氣裏邊嘅氣味，空氣嘅氣味係甜嘅，係清嘅，係芬芳嘅。慢慢去感受，你身邊有一道光出現咗。我係 Johnny 少偉，我而家將光帶到你身邊，去包圍你。呢段光係白光，係藍光，係黃色嘅光，好柔和嘅光。呢段光唔刺眼，唔渾濁，係好清，好柔和，好溫暖。呢段光圍繞住你，令到你好輕鬆，好喜悅。呢段光喺你身邊，團團圍住你，好舒服嘅光。可能會有啲風，好微嘅空氣流動，可能會有啲氣味，可能係啲香味，係啲花嘅味，係啲香水嘅味，喺空氣之中傳播。可能你會聽到音樂，你會聽到歌聲，可能你會見到光，閉上眼都會見到光嘅。光喺你身體裏邊慢慢咁滲透，經過你哋手手腳腳去到你內臟，清除你內臟裏邊嘅黑暗，清除你身體裏邊嘅恐懼，清除你身體裏邊嘅憂傷，清除你身體裏邊嘅失望，清除你身體裏邊嘅絕望，清除你身體裏邊嘅唔開心，清除你身體裏邊嘅唔快樂，清除你身體裏邊嘅緊張，清除你身體裏邊嘅煩惱啊，清除你身體裏邊嘅抑鬱。我係 Johnny 少偉，我將光擺喺你雙手嗰度，由你放入你嘅身體裏邊。呢團發光發亮嘅光喺你嘅身體裏邊，慢慢照亮你全身，無死角咁照亮你全身，由你身體裏邊心臟、你嘅肝臟、腎臟、膽臟、胰臟、脾臟、肺部、胃部，去到你腸臟、十二指腸、小腸、大腸，去到你全身嘅骨骼，去到你大髀，去到你膊，去到你膝頭哥，去到你小腿，去到你腳踭，去到你腳趾，去到腳趾尾，去到你背脊，去到你腰，去到你膊頭，去到你肩胛骨，去到你手臂，去到你手踭，去到你手腕，去到你手指，去到你條頸，去到你下巴，去到你個面，去到你對耳，去到你眼，去到你頭頂，去到你頭髮，去到頭髮尖，你全身皮膚都發光發亮。
因為你放低所有嘅恐懼，因為你放低所有嘅負能量，因為你同 Johnny 少偉一起交咗俾神，無論你有冇信仰都好，跟住我哋與神同行，跟住我同光一起，跟住我追逐光，跟住光迎接光，擁抱光，我哋一起看見未來，我哋睇到希望，我哋睇到前路，我哋睇到光明，因為我哋睇到將來，一個我哋夢寐以求嘅世界將會出現。過去改變唔到，只係得佢過去，但係我哋可以改變未來。相信我，相信神，我哋一起去創造神全文明，帶動世界。我係 Johnny 少偉，歡迎你，感恩你，加許你，我哋一起，無論你而家喺3維嘅地球定喺4維嘅地球，所有人，無論你身體上嘅傷害，或者你心靈上嘅傷害，所有嘅傷疤都得到光嘅痊癒。光令到你身體嘅傷痕得到痊癒，令到你心靈上嘅傷痕得到痊癒。無窮無盡嘅光芒燃亮更多嘅生命，令到你充滿熱切嘅渴望，令到你擁有堅定嘅信念，令到你擁有鋼鐵嘅意志啊！使到我哋開始行動，所有嘅有效行動都會創造我哋嘅共同嘅願望，結果就係創造一個有愛、貢獻、和平嘅神全文明，帶動世界。咩嘢叫做神全文明？大同禮運篇咪講咗咯，睇下記唔記得？琴晚我教你哋宣告咗我哋自己係一個新嘅人啦。我哋掃除晒恐懼，掃除晒悲傷，我哋清除晒煩惱，我哋去盡晒憂傷，我哋掉低咗失落，我哋掉低咗絕望，我哋開始重拾上路，我哋重新站起上嚟，與我同行，與神同行。我哋承諾去創造一個有愛、貢獻、和平嘅神全文明，帶動世界。我哋承諾完就開始行動，先承諾後行動。我哋手牽手，Johnny 少偉永遠都喺度。Johnny 少偉係邊個？Johnny 少偉就係你咯，你咪就係 Johnny 少偉咯。你已經擁有光，擁有愛，你無窮無盡嘅光芒，慢慢張開你嘅眼睛，慢慢張開你眼睛，你唔再恐懼，你唔再疑惑，你唔再擔心啦。你望望周邊嘅環境，已經唔同咗啦。無論你擁有軀體或者並冇軀體，歡迎你同我一起。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我係 Johnny 少威，歡迎你，我愛你，我哋重新上路。I love you all。隨着頂色嘅開始，我哋收到係勇敢、自信、希望同埋有愛。你並不孤單，我並不孤單。歡迎你，我哋攜手一起，因為你就係 Johnny 少偉。我哋擁有力量，我哋一起創造新嘅香港、新嘅亞洲、新嘅世界。Yes， because 我哋都係一樣，為生命打造天堂。去吧。I love you all。I love you all。今晚到此為止，大家加油！所有香港人，無論你嚟自邊一度，香港出世，嚟自內地，或者嚟自非洲，或者嚟自南亞，或者嚟自東南亞，或者嚟自歐洲，呢度就係你嘅家。歡迎你，感恩你，我愛你。晚安。